好多人開個寶馬都遇到一個相同嘅問題，好困擾啊！冷氣咧一吹風啊，第一下一吹風出嚟咧，成陣酸縮味啊！其實呢味咧係咩造成咧？就係因為個蒸發箱咧喺入邊咧水積聚喺度，一晚時間咧生成啲霉菌啊！嗰啲聞到嘅味其實係霉菌味道嚟嘅。咁寶馬出咗啲咩方案咧？就係一樣係打藥水去蒸發箱度噴洗啊、清洗啊。咁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得3個月啊或者半年咁嘅效果啫。呢啲咁嘅故障咧，當然依家喺勞斯萊斯一樣會出現啦，因為勞斯萊斯所有嘅嘢都係寶馬做出嚟嘅，佢都係一直用咗呢個方法用咗好幾次，都係解決唔到問題，都係3個月又翻發。咁我哋最後都係將成個儀表台抬出嚟，就將個蒸發箱進行藥水浸泡嘅方法嚟清洗佢，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啊！咁拆出嚟嘅同時，寶馬後邊嘅防火牆咧，嗰啲隔熱棉咧係一啲環保物料啊，一受熱咧會又有一種刺鼻嘅味道出現嘅。咁我哋亦都同時嚟換咗一啲環保嘅隔音材料去處理咗佢啦。咁我哋睇下蒸發箱我哋點樣處理先。呢度咧其實就係拆散咗之後嘅蒸發箱啊，入邊好多通道咧有啲白色嘅密封件啊，其實都有好多霉菌喺度，甚至個底板下邊都有啲霉菌啊。我哋到時嘅處理方法都係用酒精跟住啲膠咧慢慢揾軟毛擦乾淨佢，盡量個通道啊位置唔好再產生霉菌。呢個冷氣蒸發箱啦，我哋一陣就會做下測試會漏啊，一陣就會揾啲藥水再將佢浸泡幾個小時，令到佢完全去消除呢種霉菌去噶。呢個亦都係最完美嘅解決方案啊！可以一個好長嘅時間霉菌再唔會滋生啊。當然亦都要有一個正確嘅使用習慣啦。呢個方法咧就係每次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最好就開熱風就吹佢幾分鐘，咁咧盡量令到個蒸發箱啊或者通道啊乾爽，咁霉菌嘅滋生量大大會降低啊。咁啊當然呢個動作會比較辛苦啲啦。如果呢個視頻有幫助到大家嘅，可以轉發俾身邊嘅朋友啊。